条牛山啊，我甲你种的啊。牛的山啦，伫遐啦，牛山啊。真正有牛山哦。鸟山左左那是读册读着。迄个。哦，真正有牛山。国语好，国小遐入去，东河国小遐入去。好好好。遐就是牛山啊。哦，东河国小遐入去。东河国小入去，啊要饭啊嘛，哎呦。啊，就南汇高的桥骹，东河休息区，哦。入去哩，入去遐有兵营。哦哟。啊，你敢捌听过鬼仔坑？毋捌听过鬼仔坑。遐有鬼仔坑。哦哟，鬼仔坑就是较早拢有圳沟啦，有迄啦。哎呦。啊，就什么？即摆鬼仔坑人拢做餐厅啦。哦，好好好。迄个名嘛是搁比的啦。啊是迄个啥物？你看这八姐这上好，这你爱经济啦。通道，鬼仔坑就是这通道迄款啦，涵洞呢啊。鬼仔坑伊就一个地名。车入去嘅一个涵洞。嘿对啊对。哦，迄个高速公路骹无有一个涵洞会当车入去，出进出的。这啦，这毋知会好食。啊，安尼讲的是算北河东山，算东山的啦。牛山是算东山的。嘿，算东山乡。哦，后迄蛋椒第一个听着蛋椒。